歡迎收睇午間總結。港股尋日急跌超過400點之後，今早仍然未止跌，大市低開5點之後，跌幅逐步擴大，最多跌過351點，低見21,618點。不過其後跌勢略為轉定，恒指中午就收報21,724點，跌245點。聯儲局將會公布上次嘅議息記錄，市場就憂慮即將退市，地產股沽壓沉重，其中長實、新世界同埋信置分別跌超過2%，恒地同新地亦都分別跌超過1%。至於金價喺議息記錄公布之前就回升，帶動黃金股逆市做好，中國黃金、招金分別升超過4%，紫金亦都升超過1%。焦點股方面啦，受惠遊戲淨產量大增，中海油上半年純利增長7.9%，好過市場預期，股價今早升超過4%，係升幅最大嘅藍籌。但至於中國無線，半年多賺39.6%，至到2.1億元，消息刺激股價升超過3%。跟住睇下成交會嘅股份啦，重磅藍籌股隨大市向下，匯豐同埋中移動分別跌0.92%同0.42%。收市之後，我哋將會有3分鐘視頻，再見。